親子36計之連環計，作者笨泥爸爸。36計中第35計為連環計。曾經流行一種用一盆冷水照頭淋嘅善事，叫冰桶挑戰。由大人開始，後來蔓延至細路仔，好友紛紛喺面書貼上仔女行善壯舉，有孩子被淋後失控傻笑，有人 V 哇鬼叫，完成任務之後再把冰棒傳俾另外3位好友，將愛一環扣3環地延續落去。相信此意念某程度啟發自2000年一出美國電影《Pay It Forward》，讓愛傳出去。善良嘅主角小男孩把自己嘅一份專題報告功課題目定為改變呢個世界，方法係無償幫助3個人，然後要求受助者同樣幫助另外3個人，令事情以幾何級數傳開去。目標係令呢個世界變得美好。電影只係神話嘅一種，但係10多年後嘅今天，受助互聯網無遠弗屆嘅神奇力量，呢個概念超越預期地獲得成功。單係本地有關協會近期收到數以百萬嘅捐款，竟係成立以嚟籌得款項總數嘅40幾倍，難怪負責人表示，多年募捐嘅汗水亦不及一桶冰。兵臨城下，一舉成功。可惜聽聞此作俑者開心得跳海慶祝，不幸溺斃。雖不知傳言是否屬實，但能夠為愛人間，總算叫做發過一點光。三國時期，劉備、孫權聯手於赤壁迎戰曹操，雙方鬥智鬥力，周瑜同諸葛亮連環使出多計，最後上演一幕火燒連環船，將兵力多於自己數倍嘅強敵擊退。連環計原意係將數個計謀好似環與環一個接一個相連起嚟，數計並施，達至最後嘅大成功。對付頑劣又精叻嘅孩子，父母其實經常要多計並施，先係少女藏刀，然後欲擒故縱，再嚟反客為主，先軟攻後硬攻，再軟攻，往往軟硬兼施後，先至博得少少成果。所以話父母們實在係連環計嘅最強用家。關於冰桶挑戰仲有後話，正所謂有光明便有黑暗，壞事總伴住好事而嚟。某啲父母為求嘩眾取寵，竟然話要父債子還，趁只有1歲左右嘅幼兒沐浴嘅時候私下加冰，搞到孩子哇哇大喊大叫，仲將赤身露體嘅片段貼到網上公開，實在慘不忍睹。喺呢度奉勸家長們，行善亦唔應該失控，並且量力而為，唔好禍延幼兒，否則好事變壞事。大家好，我係笨泥爸爸，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再見。